老細啊，呢啲就係你要嘅財務報表啦。不過因為之前搬寫字樓咧，有啲資料可能唔見咗。唉，咁就麻煩。做乜無端端要揾翻晒所有啲財務報表啊？公司要接一批新嘅訂單，要添置新嘅機器，又趕住找數啦。咁流動資金咪唔夠咯，咪要問銀行借咯。如果財務報表交唔齊，想喺年尾前找清條數都幾難。不如試下攞層樓去做物業貸款。一般銀行貸款通常都要3至4個星期先完成批核，如果急需要現金周轉嘅話，真係幾頭痛㗎。而文件唔齊咧，仲更加麻煩添。喺呢一啲情況之下，業主可以試下物業貸款一案二案，而市面上一啲物業貸款服務申請手續比較簡便快捷，唔使審批貸款目的、免入息證明同埋財務報表，只要提供物業相關資料，最快可以做到15分鐘完成批核，24小時現金過數。唔該晒，彪啊，好在你提醒我啫，唔該晒。以上節目由提供物業貸款服務康業信貸快遞贊助。